專業屍體對話，敏感真相解碼，幾個機會等我對你操勞10分鐘。大家好，我係驗屍官，歡迎大家嚟到抽絲剝繭2.0。如果你冇 miss 埋我上集嘅話呢，咁你應該而家都可以基本上可以意識到 AI 佢唔只係一個普通嘅工具，佢好有可能係一個可以決定到你值唔值錢嘅新標準。如果聽到呢度咧，你都仲頂得住嘅話，咁不妨我亦都再深入啲，直接啲嚟問你一個問題。如果有一個系統咧，佢設計出嚟唔係嚟幫你嘅，而呢個系統係需要你本身就要去維持嘅，咁你喺呢個系統入邊算係乜呢？嗱，你而家可以開始唔再用 AI 嘅，啲嘢可以慢慢做啦，用翻以前嘅舊方法啦，堅持一路以過往嘅嗰種處事方式、處理方法啦，你會發現一樣嘢，唔係你唔想跟，而係你根本離唔開。你以為你每日都喺呢個社會入邊參與緊競爭，但其實連退出競爭都唔會再係一個選項，因為你一早就已經喺呢個 system 入邊。你以為你自己喺度玩緊一個 game，呢個 game 有規則、有勝負、有養成，但我話俾你聽，呢個世界唔係設計出嚟俾你玩嘅，而係攞嚟 run 嘅。冇錯，game 設計嘅初衷的確係 for 玩家、for 用戶，但係你未必係玩家呢個身份。你每日做緊嘅嘢，你產出嘅內容，你輸入嘅數據，通通都會去流入呢個系統，包括你而家睇緊嘅我呢條片，都會成為 input。你唔需要特別去做啲乜，你只需要正常生活就得。冇錯，keep 住唞氣 ，totally enough。何謂一種極致嘅恐怖？唔係你被困住，而係你自願留低，甚至覺得自己係新生人類，階層躍遷。你越勤力，個系統就會温得越好；你越投入，就越離唔開佢。而一個最 top、最潔淨嘅 system，從來都唔需要主動去影響你，甚至 control 你。皆因你會樂不思蜀。
問題嘅關鍵唔係你會唔會被利用，而係你存在嘅本身，出廠至今啊，就已經喺個系統入邊 run 緊啦。所以嚟到呢一步咧，已經唔再係工具嘅問題，亦都唔係標準嘅問題。你覺得係咩問題？你由頭到尾就係局中人嘅問題，甚至根本就唔存在一樣嘢，嗰樣嘢叫你自己。如果你注定走唔出嚟，又或者注定一定要喺裏邊，咁而家嘅呢個你係玩家定只係呢個系統需要一直維持嘅某一個 node 呢？一個可以隨時被更正、修改、替換，甚至不知不覺咁就消失咗嘅消耗節點。好啦，我係驗屍官，呢度係抽絲剝繭2.0 AI 時代，我哋慢慢拆。